喂喂喂，呢度係文哥聊天室，過嚟傾下偈，吹下水，乜嘢都嚟噏一餐。歡迎嚟到文哥聊天室。今日我哋嚟睇下恒指同美股嘅最新走勢。從呢兩日嘅市場表現嚟睇，投資者對於貿易政策嘅不確定性仍然好關注，而呢個情況亦直接影響到港美兩地股市嘅表現。恒指今日表現偏弱，恒指今日5月30日開市就遇到沽壓。開盤即跌233點，或者0.99%，報23,339點。呢個跌幅反映咗市場對於夜期表現嘅擔憂，因為恒指夜期6月收報23,207點，跌153點或0.655%，低水366點。科技股今日普遍受壓，騰訊跌0.8%，阿里巴巴跌2.5%，美團跌1.9%，小米集團跌1.3%，京東跌2.1%。呢啲大型科技股嘅疲弱表現，令到恒生科技指數跌66點或1.26%至5234點。不過喺一片跌升中，醫藥股就表現相當搶眼，石藥集團大升7.6%，成為今日恒指成分股入邊嘅亮點。呢個升勢主要因為市場憧憬藥企喺美國臨床腫瘤學會年會將會公布重磅成果。港股資金流向分析，從牛熊街貨比例嚟睇，截至5月30日，恒指嘅牛熊街貨比例為65:35。呢個比例顯示市場上做好嘅情緒仍然佔主導，但熊證街貨重貨區喺24,000至24,099區間，呢個位置可能會對恒指造成一定嘅壓力。南向資金方面，琴日淨買入43.82億元，比前一日嘅35.78億元有所增加。呢個流入顯示內地投資者對港股仍然保持一定嘅信心。美股琴晚輕微上升，美股喺香港時間今日凌晨收市，三大指數都錄得輕微升幅，道指升117.03或者0.28%，報42,215.73；納指升74.93或者0.39%，報19,175.87；標普500指數升23.62或者0.40%。報5,912.17，呢個升幅主要受到英偉達業績表現帶動，佢嘅股價升3.2%。英偉達公佈咗好過預期嘅季度業績，不過同時警告話，新嘅出口限制措施預計會令佢嘅當季銷售減少80億美元。關稅政策成為市場焦點，最近幾日關稅政策成為咗市場嘅主要關注點。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裁定特朗普嘅對等關稅超越咗佢嘅職權，並下令撤銷相關關稅。不過，特朗普政府隨即提起上訴，而美國聯邦上訴法庭又暫時恢復咗關稅政策。呢種政策上嘅反覆，令到投資者保持謹慎態度。雖然美股有所上升，但係升幅明顯受到限制，反映市場對於貿易政策前景嘅不確定性。好啦，又到咗片尾。如果鍾意今集內容，記住按 like 支持下，順手分享出去。仲未 follow 我哋 channel 嘅兄弟姊妹，快啲訂閱同埋按個鐘仔，你哋每個支持都係我繼續拍片嘅動力。下次再同大家吹水，拜拜。